我准备好啦！今本日嘅台来宾係漫画《天师天阳》舞台劇嘅實力派演員杜詩美，看來已經準備好面對硬幣嘅挑戰了。音符哈，音符哈，客家音符，客家音符，客家音符，好客花，福客花，好客花，兔丝石梅。梅寿鸡。哎，你的客家话的名字叫做兔丝梅，兔丝梅吐司梅，哎，吐司梅，吐司真梅，皮有没有太腿太闊的？太腿太分，太腿太肤什么意思？大師啊，大吃大喝是不是？哎，老师，你内行的哦。石梅壽雞根本唔來抄嘅，你來對了。啊，来对哎，了，来对了，当然来对我了竹。苗這邊哦，嗯，都是客家人嘛，哎而最經常的就在龍潭。哦這美食哎就呀夠，你吃的了。好，我就是竹苗都有今天要来客家人龙潭，所以才要运动成这样。先把我那个卡路里先消耗掉一点点。所以你一大早从那么多阶梯这样子跑上来跑下去，那边我准备好了，不是来运动了，是准备好要来去吃了。没错，哎，先把肚子算你厉害空出來。哎呀，美食王来着的，好，今天我們一關一關過吧。努力學。好，考考我吧，細細胸前，细细胸前，好，他赶米是死死熊脸，細胸前，赶快来，你现在要對，細細胸那个还来要得及思考一下吗？哇，真的来去是好好想来去一下。来去自驾楼梯全音符啦，死死熊脸。冇錯啦，呢個張地演舞係馬街，今日嘅30演舞都會由製作單位自行出題，唔單止安尼啊，愛搞就搞較太地位，每次嘅通告費可以分到4分，完成一項演舞就能拿到1/4，每次愛加油1分都做唔得少哦。鐵管就抗體藍色小貨櫃底杯，出演舞了 ，Let's go！这个地方呢，有个地方啊，就龙潭嘛，對，人很热情，哦，嗯，東西又好吃，东西又好吃，人很热情，怎么讲客家话？運動熱情，拧动热情，您懂。熱情，捏情，捏情人发哎，捏情，哎然后呢，懂時好食，东西后生，东西好食啦，哈，好食，哎喏，那你后生，食，生哎，是東西好食，你要请东西又合适，所以阿莫耶，你刚刚抽的任务是什么？细胸前，细细胸田，对不对？细细胸田到底是什么嘞？到底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容易，来看。有看到嗎？你好。公園裏，老30歲後嘅向下體驗火開披薩部，用菜地嘅2000米，創造出客家披薩嘅巧妙哦。好香哦！景色的也就呀，燕燕就逼到。我們阿妹吃啊哈，最大的優點就是生很批，先批要請東西了生，對，燕燕就批到，遠遠批追熊臉，批追熊先批羊熊是啦，批追熊臉，先聞然後再吃。對，那我們會不會聊太多？是不是可以老闆就先？可以直接吃嗎？這一定可以直接吃？嗎？可以這樣吃嗎？哦，吃光了，吃光了。哇！小心哦，小心燙哦。哎，真的好燙，是剛出爐的对，剛嗎？出爐的哦，很燙，要冒煙。這就是哎細細熊臉呐。你找的有沒有洗洗熊臉呢？是不是氣勢也放太多了吧？哇！哎，你看我都沒有騙你，對不對？你知道意思了吧？細細熊臉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拉起來。有沒有像？熊對田，細熊田了哈。你先吃看。燙哦，燙哦。這個絲不是只是氣勢那麼簡單呢，它的質感完全不一樣哎。要跟黑馬個東西呀這？個是我們的麻糬，麻吉，對對，麻吉有有夠7、8，七百，是是是，七百，有沒有很特別？好特別哦，因為我不知道哎瓦吉可以是這樣的質感，而且這個味道叫做也好特別。這個叫做什麼？你知道嗎？叫什麼？西客合併，西方的料理跟客家話叫西客合併，好好吃哦。它這個我們的麻糬是
用我们在地的食材，龙泉米下去做的这个麻糬，不是糯米啊，不一样，比例啊会不一样。龍潭係客家人嘅大本營，我爸吃過嘅全龍潭嘅糍粑，發現用糯米做嘅糍粑，表面烤上都好隔熱過後會變硬，連披薩食起來後就唔拉口。不過用龍潭菜替龍泉米做嘅糍粑，可以講軟軟 Q， 還會甜絲，用來做披薩嘅鮮味切都好啦。我爸講做客家糍粑披薩，唔單止係留細奧嘅回憶。未留自家嘅童年有啲會關係咯。台灣像做平安戲的時間，做平安戲平安戲。哦，是。他一進門，賓客一來的第一步就是吃糍粑，然後用這個請客人吃。對，加那個花生粉。對，然後你就看到整個大朋友小朋友全部都圍在那張桌子上面，我就感覺很熱鬧，又有團圓的意思。對，就是有團圓的意思。哎呦，錯啦！糍粑美雅童年嘅美好回憶啦，歡迎阿妹子加入客家童年嘅行列咯！這個好記憶客家話就客家有 feel 喲。你們哈學客家，係煙烏客，英烏客、學客花，學客花、係糍粑嘅料，糍粑嘅料，這糍粑它用什麼米做的？龍泉米，對，龍泉米。龍泉米，龍泉米，裡面還有花生，哎，還有飯條粉啊，哦，飯條粉，飯條粉，快把我嘴唇都咬破了我。是不是會有那種唇齒？所以客家話它很難講，但是它講出來很好聽的地方就是在這裡。挑你要學會就好。挑，哎，挑對不對？好，那挑，哎，飯挑，對了啦，你看這樣講得好棒。再加粉又不行了。飯挑粉，哎，可以耶，成功哎，他 OK， 你 O 不 OK？你說一次。飯挑，客家人的禮。哇，好啊。我們的糍粑有一個特色，就是扭。啊，知道哈，我們客家的特色也都在這邊。軟軟的。客家的鼻音在這，扭。哎，來，暖溜溜，暖。有障礙，有障礙。哎，小孩會罵你的哦。阿妹子，你先。軟。啊，那嫩呢？又多一個。圓。哇，這是考倒。老師，我覺得你在裝可愛哦。啊，可以了嗎？你準備好了嗎？好了。好。暖暖。哎呦，冇手機就亮嘅啦，一記客家話真件係困難發音啦。我們接着來看它的皮哦，好是，不是很薄啊？對，是不是很 Q 啊？嗯，好，我們客家話怎麼說呢？皮薄 UQ， 皮薄 UQ， 龍泉米，好，這做這過程啊，要經過的。你看，第一個開，它另外煮法，我們來學習一下。哎，除了這個烤蒸啊，我們客家還有一個做法，就是炸，我們叫破，你可以想到那個，我們炸子的時候最後浮起來的，浮起來，我們就破起來。哦，完了，我記得剖了，等我又忘記烤了。哎，開，好像哦，是用破的音。哎，炸，就是榨菜，記起來了。要先定哦，要選豬文，
哀显危猪险猪哦吻，注文，注文，呀，哀显猪吻，对对对，哎哀显猪猪吻，吻，吻危险猪吻，哀显猪吻，啊危险豬吻哦。哀顯豬吻啊！我識唔到哦。我知不到哦。哎哎，你会了耶！翻译。你快要拿到这一关的那个我觉化妆品，得我已经完成任务了，你完什么成任务？学完了，吃啦，OK 啦，通告费要啊。真给黑 T 100龙耶对！摩天，你都没有在看我的节目对不对？每个礼拜五晚上8点请准时收看。好的任务课某按鬼啊哈哎某按！鬼你吃了人家的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可是没有带钱出来的哦，都是要先来吃了之后还帮忙做的哦，好不好？打工换披萨。阿妹子啊，因为哈是要单枪学下家法按键但听听咯。我把这个发明嘅糍粑披萨，因为创意十足，还开放本沙期嘅亲子乡下来体验哦。唔单枪做嚟促进亲子嘅感情，还做嚟品尝到客家美食，推广客家文化哦。今本日啦，也留咗甜甜我爸好吉普诶，用嘅老糍粑嘅披萨做到时时相甜，老人下都甜入来呀。早上我们就到市场，对，然后我们拿到了这个是麻吉，来你摸摸看，起白，起糍粑，粑就是糍粑，对对对，温度哈，温度对对，因为它是手做的温度，很 Q 啊。对。那您再摸摸看这个，这个很硬啊，这对，个好硬，对不要对？解冻吧？它不用解冻，它不用解冻，硬曲曲嘅糍粑，硬扣扣嘅糍粑，哎，哦，硬扣扣嘅起白，这好个，相對的呢，是，軟黏黏嘅糍粑，好难哦。黏嘅糍粑，哎，有进步哦，给起白，是是是听说这个羊口也大有来头，大有来头的，是是你们经典中的经典，对不对这？个窑就是当初带着3个娃一起在这边靠着双手，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窑，你说你这个是自己做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做的对把它，一打造砖一瓦都是你自己写。哇，所以说上面都有我们的手印在。我爸讲，老三的小话，吃过会记下摆。张发现哦，老糍粑的冷冻过后，开出来嘅糍粑的披萨哦，会贴皮嘅 Q， 贴皮好食。阿妹子甜心，有量老唔日都讲了，夜关嘅烟雾吼，就可以按老糍粑的披萨做到甜喜，掌上过关。哎，你等披萨出炉之前，先来复习下客家话啦。好，这一站的叫什么啊？你记不记得？细细熊看甜，熊甜哦，细细熊细甜，甜，厉害音哦。好嘞好难。嗯，我好試，下咯。糍粑嘅料，糍粑嘅料，係，好，過嚟。皮泡 UQ，皮包 UQ，哎，講得很好哦。來，這邊用的是什麼米呀？龍泉米，哎，要怎麼說？龍泉米，呀，是嗎？對嗎？對你講一次，你講一次。龍泉蜜，用錢米烤怎麼說？應該是開。開開好，這個糍粑要先弄熟啊，然後要這個。要先蒸過。怎麼說？全部都是黃金，這就是所謂的黃金險嗎？台灣大險，所以所以要輕一點。感覺達人在練那個水上漂哎，他踩踩在下去的時候很輕很輕。哇，你看下，你看下。烤怎麼說？應該是開。開開。開好，這個糍粑要先弄熟啊，然後要這個。要先蒸過。怎麼說？蒸整。整整。還有我們客家菜裡面很特別的就是哎過年的時候要榨菜，有跟福很像，嗯，火泡菜。火吹，吹，火吹，要先定哦，不然就沒得吃哦。要等啊，要先注文，哎，对，吹，愛情注文，哎，先空白個有對，愛先注文哦，哎，選豬骨呢？我早上還有說一個東西很棒的，是吧？什麼東西？
暖暖暖暖，暖暖暖暖。哎，你看，他及格了呀，我就好标法。真的不错哎。怎么念？暖暖暖暖，圆圆。忘掉了。暖暖暖暖，圆圆晕晕。哎，班长叫一下，班长叫一下。先是暖暖暖暖，然后暖暖暖暖，哎不对，暖暖，加个你。哎，听我再讲一遍。暖暖暖暖，暖暖暖暖。暖暖暖暖，暖暖暖暖。哎呦，好。手起郎中，手起郎中，隔鸭混冬。隔鸭混冬。还有一首。热的在吃麻鸡，吃那个糍粑哦，那是热热的。是热的。那这个跟这个粽子有什么粽子关系？粽子我们那里吃体中啊，鸡掌甜粽，这种粽子要冷了啊，冰冰的，冰过的。哦 ，QQ 的，所以要冷的来吃。郎中，隔夜什么？赶鸭混冬，混就是凉粉。凉粉啊。凉粉吃的话，你把以前没有冰箱啊，对，所以你放1夜过后哦，会更凉，更好吃。所以要隔夜。就是教你说你要吃东西要怎么吃，要知道诀窍，对，才会好吃。才会好吃。所以糍粑呢要热热的吃。好，那个鸡掌哈，体中冷冷的吃，冷的吃。然后凉粉呢要放隔夜，更凉更重。哦，有学问的哦。哎，我们来念一看。好。哦，手起郎中，手起郎中，隔鸭混冬，隔鸭混冬。我爸是做生意实派，不过为到西澳的，将重新打起精神，一家人一砖一瓦，乡下打造一间小小的店面，无当派头的装潢，不过一行到店底度啊，就做得感受到一栋小暖的温度哦。不过到底一个任务会成功无呢？我们就要呈现给老师了哦。是迷轩先生传，来，幸福之恋先上。老师啊，我刚刚提过了，我1/4的通告费啊，就在您这个评分上面了，老师啊。老师您先试试啊，老师。这样子。来，你先试试。好，试看看。哦，我在旁边都听到那个有哎。哦，有啊。哦，怎么样？100分。那自己做，这个做。哎呦，那有人买花讲花红的啦，阿妹子，你係咪驚起個那麼多通告費啊？評分還要交本專業嘅畫爸來評啦。通過。你这好开心啊！赶快圈，留一下我的手势好不好？圈。你不用一起跳，我不会你。红包啦！那红包就可以跟。现在请他颁奖了，不关呐。那你也要至少等你要拿到红包。颁奖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不起。这是我的红包。你拿到这个跳一下，噔。好啦，恭喜阿梅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拍什么小活泼起来？大成功！恭喜阿妹子过关，拿到的1/4嘅通告費了，鐵關時時相見，成功嘅牽到嘅調價嘅錢啦。關樣嘅夾落去海關哦。池先生，用老一嘅4字，用帶到一啲無言嘅神流俾我講咯。都带都哎嘛，老师走太久了吧？他每次就是这样子，就喜欢带我跟来宾走一些奇奇怪怪的山路，虽然景色很美，然后又不知道常常走太远了。今天任务就在这边啊。这好漂亮哦。对啊，就在这附近，你不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给你懂讲呢。好冰凉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老师是说你那个牌子在那很久，赶快！你要不要赶快公布我们第2关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下嘴？你有没有？叫男树名啊，叫叫男
叫囊树苗，树苗，哇，完全猜不到哎。这到底是要脚干什么？踩啊，手要摸，我还是想不起你来。想不起来？咁我嚟夾夾落去，可能是去看就知來道了。去就知道，好不好？Go，哎腳囊樹苗。人就講咩，家有一老，兒有一寶，天天起身上行嗬，絕對唔會好人家地位啦。天醫館嘅義務嗬，就會啲呀講嘅山旁生態公園順嗬，天醫館腳踏樹苗嘅專家已經啲呀電梯架了。來呀，哎，達人，哎呦，專家啊！哎呀，阿爸你好，啊，你好，家門送香啊，哎，像吧？相逢啊。 80歲嘅旱地專家王柳珍，用山旁嘅清強力嘅山泉水來救旱嘅，好品質嘅黃金旱嘅，當初都睇個分享哦。里面那衣服啊，缺呀，你看啦，腳囊樹苗，很入去吼。哎，阿爸係同有關係嗎？我哪出得一個人物？哎，看嘞，哦，這個汗的啦，你看穿我，汗的啦，是什麼？啊，啦，所以才要這樣你清楚了嗎？哦，有恍然大悟啊！啦，用這口，你汗的地帶位啊？我還有幾塊哈，睇下嘅咩？突然嚟來看好唔好？好好，來看汗的腳囊樹苗。哇！全部都是黃金，這就是所謂的黃金險嗎？台灣大險。哦，很美啊！哇阿爸，你有看到你嗰種看到人生人嚟用嘅啊？人學嘅用嘅啊？哦，達人要轉過來了，轉過來咁我人師傅好我真強啊！你那觀眾哦，你拜師哦，哈！啊，你一胎呀？我問他小孩多大了？哦，他的險，他險就是他的要 baby。 QQ 哎，就要年囊哦，哦，有年囊了，一年囊哦對，年囊。一年囊還。沒來小小啊，嘿，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呀？漢人的特色係乜嘅？台灣的，就擺台灣的個特產的羊的汗的，哦，那就是台灣開是的野生的，不是野生的，是，是野生的嗎？野生的，嗯，然後呢？人家後來改良過啊，改良改良過啊，叫王金險啊，哦，這啊環境險汗呐。咁已經可以留迄個本人的睇下看一下了留意了嘛，嘿好嘛？嘛，本人觀眾朋友看那是買給很多黃金險，好不好留意？好，留有的留有，所以我說要輕一點，感覺達人在練那個水上漂哎，他踩踩在下去的時候很輕很輕，哇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哇，這樣算很大。可是我覺得阿伯的那個，汗的呀，都是很均勻的，叫胎西長董允，董允，均勻。均勻就大小很均勻的。那種很肥美，哦，董皮，董皮，董皮哦，哎，董皮哦，哎呦，董皮哦，可以，了解。這個有汗的時候，哎，拉到汗的容易人潛汗的啊，哎，官偏的人啊，哦，哦，官偏的人，肝病的，這個阿伯，我只能說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。有肝病的他像人，官偏的出來買了汗的血，就按照就連續就專門出來汗的，你可以救你，對不對？養險可以救人，顧什麼？固肝，不幹的，對有肝病人來找他，所以他後來才想說養起來。就養起來，養起來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子。就不要傳到現在啊。那阿爸，你很偉大呢。老師，其實我肝也不太好，真的嗎我也必須要對。那你今天就要來過關了。那今天這個關卡到底要怎麼過？奶奶要用這樣的鍋了。來，嗯，這一關啊，對。腳囊就需要腳去真的腳踩哦。等一下我們就來腳囊，有呢，對沒有問題。樹苗，數二落去米汗的落去苗，好不好？走了落去腳囊樹苗咯。冇錯啦，天醫館嘅義務嗬，就係愛親身攞到一個皮糖杜康啊，跟住王阿伯來米汗呢。唔過啊，千難克服嘅嗬，其實係啲真名都水嘅就時間啦。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真的呀！你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看看，你來，哇，好冰哦！哎，很冰，好不好？來了，董囊，董郎，阿爸，董郎哦，一個汗呢，這新不新鮮的東西？新鮮，超級新鮮活的黃金險，很新鮮。董其，
董齐有旗毛，有旗毛，清腔，旗条，旗条，董齐条这个哦，旗条，很新鲜。齐条，董齐条，董旗条，哦，哇，你看我们哦，这光着脚丫我们怎么讲呢？光着脚丫，大叉脚，大叉脚。那就打赤脚了。啊，打赤脚，大叉脚。老师最后一个你们打赤脚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来摸险，哦，猛拿是台语，摸险，汉内，我们客家话本来是在河里哈，摸险我们说咪汉呢，咪汉内，咪在河里说咪汉内，哎，但是这边都放一起的，对，我们的拉汉呢，拉汉内有。什么不同啊？咪跟拉，拉就是把它等于整个捧起来一样了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也算是养殖塘了，然后刚刚老师说的咪就是河边，因为河边哦，我们还记得无边无岸嘛，要找嘛的咪嘛，我知道寻觅的觅。我之前也玩过，在花莲也有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整个泥巴地，你也看不到它，对你就是在那边找，那个叫做咪喊嘞，然后那现在因为满满都是了，就是把它捞起来，拉喊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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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每次摸摸的哟，嘿，都有经验啦。其实啊，我哋面色嘅啲啊，咩係增加起嘅哟。米漢呢，其實冇一難，用黃阿伯自家做嘅咖喱火嘅，就做得老漢呢，太細粒，做好分類，安尼吼，就冇老忙熟嘅漢呢，未強下賣出去啊。私募老到天醫館嘅業務就按簡單，料到漢嘅過後，愛料理啊，真係關鍵。佢家去全堂都食過嘅鹹漢嘅嗬，唔過我認為咯，鹹漢嘅做到開口都好，鹹淡又都好，佢做一門好門料。一細細嘅貨啊，就會做鹹漢嘅關鍵。有句成俗语，应该是俚语，不是温水煮青蛙。客家话有毛啦哈，哎，有毛，而且有毛够啊。那直接问客家小王子嘞。老师，徐上温水煮青蛙，客家话要幾把毛？用冷水煮怪嘅，其實你係冷水煮漢嘅，本而家漢嘅再縮唔知事嘅。所以今天整句就把它改掉，直接改掉冷水煮蟹，冷水煮漢嘅。冷水煮蟹呢？你只講嗬，漢呢當敏感，切對咗唔得太火來煮啦。我用細火，到底嘅就撈佢煮熟啊，等到漢呢再要得開啊，也就會漢呢用清嫩嘅時節啦。接下來就用耳子鐵條嘅來滷了。好哦，那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动作呢？接下来呢，你要做流起来了，捞起来，流起来，流起来，水温啊，不要有水分，要干，要凿干，早餐，哎，凿，早对，较早对位，差不多静置4个钟头，又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。 4个钟，你要我4个钟头以后才能吃它？收回来的钱冬瓜是全部我们都用很大，因为我每一年都要做这个做5000斤，每一年5000斤，我们每一年固定要做5000斤，为了这条鱼，为了这条鱼，哦，这控肉真的一绝，真的一绝，味道好不好吃已经不用我多说了。差不多静置4个钟头，又不要动它，不要动4个它。钟，你要我4个钟头以后才能吃它？它千里迢迢来这边，真的，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等4个钟头哎。今天这个就是这样放着4个钟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我就带回台北了啊。我今天要不然啊，咪嘛，你咪啊，咪嘛，你是安全啊，刚带到台北，要带到台北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舍不得我西两周啊，那老师，你入味了没有入味了没有？咪咪，你咪啊，哎呀，哦，入味，对对对入，味才能吃的。看到老师来，我想应该又要小教室了吧？他要来找信了吧？来，你好，好哈吧，鹦鹉好，好吧。來，以前合班以後都係咁。对呀，哦，做的啦。刚刚天数搞啦了，先选出很多喊呢，
喊呢，哎，标准吗？好标准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二姐的餐厅，对讲串糖，串糖，厉害哦！学的通告费快要到了，快到手，好吧？哎，跟唔到一选爱情的客家 say no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常在吃了。我觉得我越来越听懂了，哎越听越有客家新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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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要先找一个客家 say no，客家 say no，客新郎。客家女婿，客家女婿，对，算了，我还是老师没关系啦，刚好你也已婚了，我们就先算了。哎，算，哎，海冬瓜，喊冬瓜嘛，喊冬瓜，汉冬瓜，人家有喊这冬瓜听起。来是咸冬瓜，对为什么这边写矮冬瓜呢？对，而且为什么要在他面前这样子讲矮冬瓜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讲它，不讲，对，我们不讲的啊。这个在北京话里面叫人矮冬瓜是很矮的意思啊。但我们客家这样讲，我们真的很矮的男生，我们说爱顾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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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很矮的女生，我们说爱马哎，爱马，爱马，一个爱顾哎，一个马，顾是男生，顾马是女生，爱马哎，爱顾爱哎，顾哎，爱顾爱顾哎，爱马哎，爱马哎，客家菜，哦，姜丝大肠，哦，这个哇，而且太草，哦，哎，它竹回来草草永琪，哦，是颠倒过来的，这是一样的东西竹吗？我们客家是猪肠为主的，竹肠炒蛹席啊。然后我们在客家菜的都是姜丝大肠，对，姜丝为主的，姜丝为主。没办法，因为贵啊，大肠贵。你又在小气了，你又在小气了。真的，我常常吃到那个姜丝炒大肠，它真的是姜丝一堆，然后大肠要去找，来找，哎，起来找一找才6块而已。放前面。对。客家人，客家人很大方。我们没有。太宠炒蛹席，猪肠炒姜丝，猪肠炒蛹席。竹虫炒蛹席，好，下面要给你介绍客家有名的菜。哎呀，哇，客家经典名菜，西本西炒。西本西炒，哎，本是熬的，熬哦，要四种熬的菜。跟很多四文嘞，先让你知道。西本啊，有乜嘅菜咧？阿妹子啊，来到客家全堂，也八项菜嗬唔清楚一啲哦，起冇點菜點唔好啊，唔是我隨心肝哦。碗嗬是做嘅太鑊煮，用西火天天嘅碗，西碗要碗糠肉、碗蒜乾、鹹菜碗煮肚，然後排骨碗菜頭。西炒嗬就係用油去炒，要客家炒肉。豬腸炒蛹絲，阿鳳炒快菜，豬蹄黃梨炒糯米。用講嘅唔係真嘅啊，但唱講嘅菜名嗬，那都是強強要變背囊嘅啦，唔當嗬也吃只爽就起身啦。西文西炒係冇？有冇？那我现在可以直接西粉西臭。我覺得呢，西文西炒之前，打敗你嘅粉氣。呢度唔似嘅同高飛，你知道？啊，你的通告費啦。啊，对，对，認真選，認真選。差一点忘记我的桶锅飞嘞。而且冇係白，美國的講青藍，董郎，姓郎，哦，董郎，很新鮮的，你搞慶旗，慶旗，董旗，放個腳丫子咧，大插腳，哎，大插腳，我哋見面有大插腳哦。機器人第二懂清楚。過來，摸線。漢呢？哦，這是在河裡要找，對，這是米漢呢。那如果是在阿爸的家嘞？撈呢怎麼說？貓拉拉我是拉，我就想拉漢呢？拉漢呢，拉漢呢？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拉的漢呢。哎呦，錯啦！黃廖真嗬就係兒子嘅阿爸，點都行嘅漢呢，留長菜食材都係黃阿爸自家種嘅，要吃又安全，
也怕呐就会耳子铁条露出来嘅咸咸呢，真紧呢，到底好都会又皮又嫩哦。这个开口刚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它如果太开的话，里面的汤汁就会整个都流失掉。这个刚刚好，对，然后不磕的不磕的，哦，而且是直接打开吃就对了。你舌头有没有吊起来？为什么要吊起来？当你吞下去怎么办？不会，我还会分辨是。三马而雕一人身。哇，好好吃哦！再一次。三马而雕一人身。上马雕一人身，喊的呀，跟我们的舌头一样是软软的，对，是等下舌头跟喊的都分不清楚，就吃下去了。好，舌头马来。喊，先冬瓜。喊冬瓜，杭冬瓜，杭冬瓜，我们这边就有，来，这个鱼是厉害的，对不对？第一名。尝看看，台湾雕，杭冬瓜了，是不是？什么都杭冬瓜。然后什么？这个乌龟我们叫复苏，好吃，哎呦，好吃哦！收回来的咸冬瓜，是全部我们都用很大，因为我每一年都要做这个做5000斤，我每一年5000斤，我每一年固定要做5000斤，为了这条鱼，为了这条鱼，这条鱼值得了。还有嘞。竹虫炒蛹席在这里，搭配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哦，那个醋啊，那个醋劲啊是够，可是不会让我们觉得吃到不舒服。对，好好吃。还有嘞，还蛮开出来。文空肉，超毛。啊，你讲什么？文空肉，标准诶，真标准哦，真标准，文空肉，文空肉。我要先吃竹笋，我要看。真的一绝，味道好不好吃已经不用我多说了。主要那个口感，你知道，我刚咬的是有瘦肉，然后肥肉跟皮的那边，那个皮的那个 Q 的那个胶质，再加上那个中间的肥油，去融化那个下面瘦肉，于老师说俚语，咸鹹六碗水，咸鹹六碗水，後杯廿抹淚，後杯廿抹淚是什麼意思啊？看不懂。看字面真的看不我懂。糜汗的时候哈，有的都一直冲往前了。是，那糜汗它冲往前的时候，把水都弄混了，对，混浊了，其实它自己抓不到，它迷不到。但是等它水一干净了，我们在后面就看清它，就看到了。因为它已经弄开来了嘛。对，所以一个一个的出现了。所以在后面的呢，木类就是这个篓子鱼篓，鱼篓呢就都装满了，淹没了木类。后面的就简洁的显得很多了。所以这会什么意思？你说整句的意思，整句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做领头羊啦，你要做那个后面的，午餐黄雀在后。所以你刚刚没有发现吗？我一直跟在你后面，因为我先开路了。所以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抢先的，不一定要抢风头，也会有很好的收获。观察。嘿，我们来念看。好，咸鹹六碗水，咸鹹六碗水，後杯廿抹淚。後杯廿抹淚。它这个精力换呢？它这个叫领悟力清呀。对，最起码是88分。哇，有88分呢，很高分了。通过了就选颁奖。谢谢，我找回我的1/4的通告。恭喜杜思美过关！真紧啊，所以实力仲下考忘記啦。一下通過比拿到一半呢，存到的一半通過比就存到前面嘅一關，然後下架巴嘅太考驗。妹子，夾去聽聽次先生啊，前面一關嘅考驗愛來了。先生，來到日嘅龍潭啊，一關做乜嘅啊？
来，你看这个大概知道。加油！甜蜜心肝，甜蜜心肝，甜入心肝，又是甜的。甜的龙潭。哎，龙潭有那个甜的东西啊？哎，这个我 OK。哦，你在演艺圈闯荡了大概有30几年。我闯荡，而且看我这个身材，你就知道这不是随便闯荡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来炒冻店，哦，很累啊。哎呀，你还唔好掉你一弄烦躁。它会不会很容易焦？你说你要一直翻一直炒，但我觉得我发现老板的一个最大机密，它每一颗花生的大小都非常接近。董允，还有谁了？董允，这个是不是也关乎到花生糖漂不漂亮，好不好吃？对呀。你在演艺圈闯荡了大概有30几年。我闯荡，而且看我这个身材，你就知道这不是随便闯荡出来的，好不好？龙潭的伴手礼，各位，花生糖，非花生糖莫属了。哎呀！哎呦，甜心就让讲，是咧澳门阿妹子就错嘅啊！那一种美食啊，佢我想唔到嘅啊！哦，前面一关哦，甜蜜心肝，就去龙潭有名嘅电路饭头糖。前面一关嘅关注係菜天嘅龍潭客家人文公司，而做嘅飯頭糖啊，放到全台灣呢，行下去路過嘅人客，天錯愛買嘅電路哦。饭头糖啊，按油酿啊，一油酿都传情传到30年，有没有个意义吗？用它见真情哦，见真情，哦，用它见真情，用汤见真哎呀，情。要这要这个形象出来不行。哪一样？要那土豆婆。哦，土豆婆就是你啊！土豆婆这个不行。我们这一关叫做甜入心肝，对不对？甜入心肝，甜蜜心肝，甜蜜心肝。哎呀，鸡肉糖哈，唔好进甜，唔好进但是花生很脆，脆，唔好黏牙，又不粘牙，要是有铁色，有铁色。哎，所以因为大家吃得唔好难。食飯頭糖嗬，清強嘅就會粘牙齒啦。唔過做乜嘅唔會粘牙齒咧？飯頭爸講啊，也就會變咩？哎，好啦，人行喺乖乖嘅學客家話，食飯頭糖就好咧。你唔下好客話，龍潭명산，龍潭명산。鐵頭糖嗬，甜蜜心肝，唔過呢唔可以粘牙齒。不会咬牙齿哦。这句话我觉得调干用的讲，更加好听。调干用，应该去。你听谁？不会咬牙齿，你咬牙齿讲。好棒哦！解释一次。不会咬牙齿。不会咬你的心肝。不会粘你的牙，但是会粘你的心肝。哦，哇哦！啊。生下來啊，係要做嘅方法。哦，做嘅方法，拜拜。像頭家，單個人手落一樣落去學。然後帶對意的吧。邊做邊學，好不好？邊做邊學啦。好。哎，龍勤的員工 ，Go， 走，跟着老闆走啊！年終獎金了啊！也是我哋公司嘅生產線啊。好香哦。也是他細鑊嘅。哎，以前當蠻太薄。哎，就係太薄啲咧。按太薄，唔即個可以按你即個炒。哎呀，即個炒呀。我剛炒冬天冇，100個讚。後擺冇記起哦，仲下會靠手工一粒一粒被掏出來，再過用人工去炒到飯頭變做金黃色，真算係完成了。基本嘅前面一關嘅任務啊，阿妹子就會愛挑戰飯頭糖嘅 DIY， 炒飯頭嘅熱量係幾耐呢？唔是少，飯頭包不夠啦。你看有翻的動作呢，反啊，啊捲啊，哦，它圓哈，捲啊，哎呀，啊漸變，然後一直炒，我哋睇到搭兩個按剪咯，怎麼炒？炒，哇，炒，哦，邊變邊炒，哎呀，邊翻邊炒，邊變邊炒，對，哎，炒個冬天，哦，很累啊，哎呀，你還唔好跳沒技巧。它会不会很容易焦？你说你要一直翻一直炒，但
我觉得我发现老板的一个最大机密，什么机密？它每一颗花生的大小都非常接近。董宇，董允，拍谁的董宇？这个是不是也关乎到花生糖漂不漂亮，好不好吃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你睇啲表姐一條啊，这拓宽胸啊，係好看，係有好食啦。哎呦，呀阿妹子真件係專業面食的呀，一下就發現好食的秘密。阿妹子簽名哦就衝嚟啦，見炒見好客家花，100就攞銅鍋邊啊，仲下拿起來。同學們準備好了沒？好了。好嘞，來喝客家花咯。花生要一個變哦，變，公一拜，太詳細。變好亮嘞。大聲的說出來。啊，又翻又炒嘞，又變又炒。啊，講得當好。好冇？好，要用錢鐵條同嘅特色。哎，特色。唔會入牙齒，唔會入牙齒，會入耳嘅禪感。會入耳嘅禪感。而家禪感要俾人飲啫喎。哦，念30年的搶牙術，安全啊！10多年的前度，好，繼續念下以後哈，哦，好，一鐵條糖咧，喺龍潭喺乜間度試啊？你看。好啦，龍潭良善。哦，非常好。哦，要花花全部同真咩？哎呦，大家睇下嘅上班按叫按多年炒嘛，看伊人又變又炒，能吃到看到阿妹炒嘅飯條，有吃嘅冇？有，乖乖嗎？有啊，你開心嗎？開心。啊，那是穩賺的嘛。怎么会稳赚？我有付出我的劳力呢。对啊，没话说，徐老师學俚語咯，喺度開機勞工人員。好，勞工人員，飯條濕地為一載，飯條濕地為一載，見識見愛。哎呦，見識見愛，哦，跟一載啊，只要開個花工刷出來。哦，擼甲擼下刷。那所以翻豆就是花生，花生吃的會上火，吃的會刷嘴，刷水啊，而且刷水。越吃呢就越想要。哎呦，一口接一口了，對不對？那邊飯條濕地為一載，飯條濕地為一載，見識見愛。見識見愛。你有愛冇？愛跟住飯條冇？我愛啊，我懂哪愛啊？等下你吃了就點。哎呀，安公啊，哎，我今天答應我的來賓啊，同既然同工，你就頒獎了，好不好？唱跳架，來有跳架。唱跳架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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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中過嚟啊！恭喜阿妹子完成任務，唔但將3隻任務表現都當好，連詞先生都學農業嘅客家話，親密嘅出口啊，咩唔是咧？前邊嘅通告費啊，恭喜我全部拿到嚟。龍潭一帶嘅美食其實還有當到啦，特別來到龍潭啊，都多在感受到客家人濃濃嘅人情味。因為下前邊太成功，下禮拜嘅太來賓係滿人咯，你下禮拜見了。耶！成功！